我们的非洲鼓表演，比手芹菜，听从唔莫标高哦。非常精彩，千万不要错过哦！拭目以待。来，即将开始。鼓声咚咚作响，没有固定模式，没有世俗杂念。郑正炫带领着教养院的院生们，用简单节奏谱出激昂乐章。他们比我们有一些角落是比我们幸福的，就是很单纯。那单纯的话，做任何事情都可以得到单纯的回馈，单纯的快乐。借由这样的一个自我产生自信嘛，所以呢，他对他自己可能，当然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命，觉得对自己的生命会有另外一种肯定，这样子。纯净的快乐让院生们脸上绽放着灿烂笑容，这是非洲鼓的音乐生命力，感染每个人。但最初可让郑正炫花了好一番功夫。一开始我要拜托他们，我要鼓励他们，一直鼓励，一直骗他们这样子。现在他们都会说是什么时候上课，什么时候上课这样子，这是最大的差别。令人惊艳，还有这一位畅快节奏，听得见自信。琳琅满目的各式乐器都是郑正炫远赴非洲时带回的战利品，没有复杂念头，出发点很简单。对，当初没有想法，没有想那么多，其实我也单纯真的是想要自己快乐而已。因为我们现在可能我们的物质比较多，比较丰富，所以少了一些单纯的区块，所以到非洲就可以找到。拿出珍藏的非洲行脚地图，斑驳无痕里有珍贵回忆，也有乐者最原始的感动。非常精彩，听出唔好标高哦。非常精彩，听出唔好标高哦。